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昨日印尼 G20 峰会美中会谈，拜登强调一中的政策无变，习近平是讲台湾独立甲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国的股神巴菲特头一届买台积电的 ADR 投资1200亿的台票，今仔嘛带动台湾的台积电上悬起到487块。台湾民众真心跟正西伫乌克兰，昨日当地办告别式，直到亲人有几啊百个乌克兰的民众嘛去送伊。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18509例本土病例，有43个人死亡。因为这2-3天防疫，所以今年的流感会比前2天严重。指挥中心已经买20万剂的流感疫苗，嘛已经送到地方的卫生角落，呼吁民众会当去注流感疫苗。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数是18509例。境外移入有49例，另外死亡个案有43例。那今天的个案数跟上周相比降低了6426例，那减少了25.8%。今年的这个流感疫情，可能较过去2年有比较严重一点。那另外民众的打气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有额外再增购了20万剂的流感疫苗，那也在今天11月15号全数配送到卫生局。确诊新冠肺炎之后多久可以打流感疫苗的部分，自主防疫期满或是自主健康管理这跟解除的时候，那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那尤其是老年人得了3N2的话，他的这个感染的致死率通常都还会比这个 B 型或 H1N1 还要严重一点。所以这边还是在提醒民众就是尤其是高龄的长者这边可以赶快去接种。咱国内今仔增加2例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其中有一个70多岁老大人发病到死亡只有短5天。疾管署是表示讲，流感已经开始的时行了，呼吁民众都要赶紧去注流感疫苗来增加保护力。最近天气一下温差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增加不少。有基层诊所医师发现，除了新冠肺炎、呼吸道融合病毒、流感摇篮散的个案开始有提高的现象。如果这个人呢高烧不退，而且有这些类似很发烧、发冷、头痛、全身酸痛、咳嗽、流鼻水这种呼吸道症状，再加上家族传染。这样的症状，我就会比较怀疑是流感。流感进入流行季，疾管署公布新增加2例流感并发重症个案，2人拢是感染 A 型 H3N2，也拢无做过流感疫苗。其中一个是阿未5岁查甫囡仔，10月底发病，捌带家护病房，好佳在病房等候，目前已经出院。另外一个是70多岁男性，有慢性病史，在1月初5发病，虽然断院治疗，又原不幸在初9过身。这也是今年流感季以来第2例流感重症死亡个案。整个流感疫苗已经用了大概80%所以希望65岁以上的长者跟学龄前的幼儿就赶快接种。根据疾管署统计，本季流感季已经有3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拢无做过流感疫苗。总之前搁一摆提醒，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629万剂，已经使用超过8成。呼吁65岁以上老大人、甲读册以前的幼儿者和风险族群，应该赶紧注疫苗，将得到充足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印尼 G20 峰会2个人会谈3点外钟。习近平表示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甲美国的红线，台湾独立甲台海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拜登嘛强调讲，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拜登嘛无认为讲短期内底中国会想要拍台湾。美国总统拜登半行走，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这是习近平自从中共20大结束了第一遍出国访问，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了2个人第一遍面对面会谈。会谈线根据中国央视所发的新闻稿，习近平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未当超过红线，希望看到并且全力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不过，台独甲台海和平稳定是水火不容。
拜登也开记者会。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oppose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and we'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I do not think there's any imminent attempt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invade Taiwan. 对美中关系，拜登讲无需要有新的冷战。美国甲习近平几多遍见面，彼此之间正坦白，完全拢清楚。习近平是强调，这么双方的局面无符合彼此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无符合国际社会期待。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一如既往的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两国元首同意双方的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加经常性的联系，推动中美关系重新转到稳定发展的方向。拜登讲将会指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最近去北京进行内容的沟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针对拜登甲习近平昨的会谈，有台湾学者是认为讲，美国甲中国这届会谈主要的目的是要消透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无可能有甚物实际的改善。美国总统拜登嘛，搁再强调讲支持台海稳定。咱国的总统府是表示，拜登伫会谈一再强调美国的立场，这嘛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印尼G20峰会大家注意的拜习会，牵动美中台敏感神经。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头一摆甲习近平面对面的实体会议。学者认为，这摆会谈是为了替美中紧张关系起一道防护栏，避免局面失控。美中关系还是回归到原点，就是说，只是把彼此这个紧张关系把它管控住，不要让它继续升级。这是他们见面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这样。学者认为，美中重新搁开始沟通管道，同意恢复气候变迁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访问中国，拢是正面的信息。不过，美中相比关系犹原真歹出的实质性的改善，尤其关键的台海议题分歧无解。习近平讲，台海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当超过红线，强硬表态献出底线。在这个台湾议题上面是双方关切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目标是避免误判，避免擦枪走火，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避免打一场双方都不想要打的战争。拜登总统他利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他们会晤的这个场合，再一次的公开的来表达美国的一个立场，对于维系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一个坚定的支持，以及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外交部门表达肯定，并且诚挚感谢。总统府也表示，真欢喜看到拜登总统再次表示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甲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再次充分展现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太平洋友邦诺鲁共和国总统昆诺斯打上任，昨的带团来台湾访问6天。今仔早起，嘛伫总统府头前以盛大的军礼来迎接诺鲁访问团。总统蔡英文甲诺鲁总统昆诺斯同齐到国旗队，为了欢迎访问团，盛大军礼早起伫府前广场登场。总统蔡英文表示，非常感谢昆诺斯自就任的安排来台访问行程，显示诺鲁非常重视两国邦谊。昆诺斯总统在9月底当选，在不久之后就率领内阁成员访问台湾，展现对台湾的强力支持。台湾和诺鲁多年以来都有密切的交流合作，也呈现出丰硕的成果。昆诺斯讲，为24来台开始，就感受到台湾温暖热情的欢迎。伊讲，过去30年，甲台湾发展出坚定的友谊。这摆来台访问的主旨是，伫疫情后永续谈判甲永续共赢，要同齐为经济复苏共同打拼。Taiwan has in fact been Nauru's steadfast ally partner over the years. Today, I am pleased to reaffirm the allianc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one that we have nurtured over the years. 总统府表示，这摆访问行程中，双方要就两国共同合作甲关切的议题进行深度讨论。蔡总统也要伫总统府设国宴款待访问团。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科院今仔公布咱国内无人机的研发成果，现场嘛顶是伫战场搜查，阁有搜救的能力。其中大型的无人机，阁有反辐射的无人机，已经拢会当大量生产咯。旋翼型的无人机飞上天，体现起飞降落，阁即时影像传输的好性能。操作人员只需要面板地当远距离操作。这款台湾家己研发的军用无人机，唔但会抗敌6级的强风，阁会当对近海岸城镇进行战术的侦查甲监控。中科院15对外展示无人机的装备甲系统，展现台湾无对称作战的实力。左右2个摇杆主要可以控制飞机前后左右上升下降。那这边可以看到有自动起飞以及自动降落的功能，就可完成。中间的话是一个触控式荧幕，那相关的飞行参数以及控制界面皆可以上面显示。现场个展示大型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瑞晓 I 型无人机等机型。中科院表示，台湾的无人机80%拢是国内家己研发，在量化军事预算相差20倍的情形之下，未来会正做是军备的重要角色。其中大型的无人机甲反辐射无人机已经进入到大量生产的阶段，配合无人机等高科技的训练系统，唔但会当减少军事费用，战场上的人员的伤亡也会当减少。军用无人机在作战恶劣的环境呢，它必要非常安全可靠。的机身的结构，以及它的可靠的动力系统，它有85%以上都在国内自制的85%，甚至有些更高。中科院也对外公布轰动的测试，也有战斗机机体强度测验中小，来宣示保卫台湾空域，也展现各项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有消息传出，讲美国的股神巴菲特头一届买台积电的 ADR， 一买就是1200亿台票。这个消息嘛，鼓励着台湾的股市一开盘就大起。台积电上悬是起到487块，起42块，收盘是480块。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嘛起31块换1美金，这嘛是最近2个月来的新高。虽然拜二美国全面受压，啊，毋过伫股神巴菲特下骹的扑克夏公司第一摆卖台积电 ADR， 鼓励台股早盘跳空开悬指数一路行悬，盘中大起将近390点，台积电的股价也冲到487块，大起42块。资金太过集中在台积电啊，以及台积电周边的一个股票，造成了其他的一个个股这个失去资金的一个澳元，所以今天其实个股的一个表现呢，普遍都是呈现整理的状况。毕竟呢，美国股市其实连涨几天之后，昨天也出现获利回吐的卖压了。美国通膨降温，美金指数连盘几日天，也带动着钱回流亚洲。15新台票换美金汇率阁起起来，盘中捌升达将近1角，迈向31块整数关卡，连创2个月新高。美国联准会副主席布兰纳德14号透露，央行可能会真紧放慢升利息的脚步。不过，理事沃勒认为，市场对意外降温的通膨数据已经过度反应，议员需要继续收按货币政策。这个鹰派言论也带动美金指数为低点反弹。不过，国内学者认为，这联邦基金利率虽然到3.75%拍到4%水准，不过甲通膨的实际利率也是负数。所以认为美国继续升利息可能是必要的，只是幅度会小可考虑。等到需求包括民间投资、民间消费都受到冲击有可能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就会恶化。之后他才会考虑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学者提醒，美国在高通膨继续升利息之下，会让美国社会力头减弱，经济呈现低迷。若是美国无停止升利息，会进一步影响台湾进出口甲投资表现，经济成长率会向下较优。保三恐怕唔是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长的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今仔举行，4个候选人，国民党的张善政、民进党的郑文平、民众党的赖香伶，佮无党的郑宝清，4个人是针对桃园捷运的路网、佮公共安全、少年人维厝等议题来发表政见。桃园市长政见发表会开始，民进党候选人郑文平提出市长郑文灿8年政绩，为了延续好航空城关键开发，佮启动桃园捷运路网2点控，同时也加对手张善政。张善政是标准落地国民运动中心的天蓬缺失，希望未来应提升市政品质。
没有办法让航空城运转，阻挡了铁路地下化在桃园实现。过去他有权利的时候，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的问题，未来更不可能。我推动公共建设的原则是清廉政府、干净发包，不仅要追求工程的品质，还要追求预算的效率。郑文平强调，会继续推动台积电伫桃园设厂这个政见，不过也互无党籍内部厂批评，唔通为选举画大饼，也主打照顾少年人买厝，投期款由政府来负担。提到护国神山，嘛唔是讲就有啊。因奈米，甲即摆安怎做落，我唔知。那我都即摆就讲因奈米。我用骗选票，卖用骗的，要真的做得到。我们不会贪污，我们没有包袱，我们不需要照顾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做该做的改革。我许诺，我选后我不会把户籍迁走。民众党赖香玲是点出桃园炼油厂的安全，今日扩大会者公安问题，强调民众党无包袱啊，家己阁是客家人，而且有20多年社运的经验，应互桃园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赶伫民调封关之前，中共甲盖洛普公司今仔公布苗栗县长的民调，无党籍候选人郑东引民调上悬哦。民进党的徐定真是第2，时代力量的宋国鼎，佮国民党的谢福洪是第3甲第4，有37.21%的选民并无表态。民进党看起来是已经归队，那国民党就分成2，国民党的2个人会不会彼此怎么样气爆？目前不知道啊，会不会让民进党因此渔翁得利？不是完全没可能哦。虽然机会不大，看起来机会不大。这一次要拜托所有苗栗的子弟，能够返乡投票，开创苗栗第一次的政党竞争的大好时机，然后也终结过去70几年来一党独大、没有轮政所产生没有竞争的弊端。中共盖洛普民调嘛，捌伫9月2日公布过一届的民调结果哦。当时是民进党的徐定真以0.33%赢无党籍的郑东引1点仔，也毋过这届的民调将郑东引是赢徐定真4%外，哪里的民调真差是真少。民进党团今仔嘛开记者会，呼吁讲伫外地苗栗乡亲就爱转来高雄投票。再来看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关志温，昨暗伫高雄美浓扫街拜票的时，无细力去讲出国民党伫高雄在野20党，一切拢去了了啊！伊讲出这么实际的话，嘛引起外界的关心哦。关志温今仔是回应表示讲，国民党确实对南部的经营无够，这是事实。也毋过嘛强调讲，伊会拍拼，互民众看到伊的诚意。要拼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强调讲，应该无分哪里，要用成绩来争取支持。20年没有执政哈，去了了。一句去了了，煞讲出对选举的挂虑。袂记哩关麦开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关志温，伫美浓扫街时无细哩讲出心内话，因为国民党到即阵选举才发现，真侪原本支持南的地区，像美浓等等，即马多数拢已经转向支持民进党。过去国民党对于南部的确经营没有那么样子的积极，我觉得从我开始，我们就要开始真的从南部的这个经营开始哦，我想这是一个事实。看开面对国民党伫高雄的趋势，就惊会失去愈侪支持者。关志温在1月15透早去北高雄的落地股票，也若要拼连任的市长陈其迈共款是毅然走透早对车队伫大寮扫街，替家己甲市议员候选人争取支持。不分蓝绿来做，哦，我们不会哦，在选举的时候，这个才开栓，建设开工才会解决问题。哦，这个是我想我们一贯做事情的态度。伫车顶伊甲路边的民众质疑，陈其迈强调施政无分压力，无论人讲是南洋票仓的冠村，也是客家族群，伊拢会继续用政绩争取认同。大选倒算存在1天，候选人车队大范围扫街，拢希望会当推出更较侪支持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欢乐耶诞城11月11起过，因为人多车多哦，警方嘛加派灭迹人员伫现场来指挥交通。也毋过有2个少年囡仔，一个17岁，一个15岁，因桥都歹小载，无驾照嘛无戴安全帽啊，佮沿路一直饲喇叭哦。有一个查某警察要甲因抓落来，要开罚单。少年囡仔毋但无要去清车哦，佮去弄警察，结果嘛造成这个警察受伤。警察伫板面线走赛，想要将这台行李可以坐2个人的奥多拜抓来，
结果奥多拜唔但速度无减慢，还佫甲女警弄倒。伫警察身躯顶的录影机看到女警被弄倒了，尾仔也落去，边仔的警力赶紧来支援。可以吗？要趴下！趴下！17岁姓陈的少年载15岁姓吴的少年去新北环路圣诞城耍耍要转去，唔但无照驾驶，无系安全帽，沿路骑喇叭，一个弄警察。先上铐带回去。妨碍公务，把现金拿回来。边仔警察甲2个人压制，先后依照妨碍公务甲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因那姓罗的女警正手互白起讲烫着，倒骹有切壁伤，怎么休假受伤？接获通报，有一辆普重机沿路违规且不符取缔，欲穿越该路段时，罗园区前拦查，为该车不从且企图冲撞，致罗园左小腿撕裂伤、左大腿挫伤及右手臂烫伤，经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少年开无照驾驶、无系安全帽，总共6500个罚单。环路圣诞城开城第一天，警方就处理交通违规86件，查扣5台无照驾驶的车。在这段期间，警方将会加强执法，也希望民众爱守法。记者综合报道。求职诈骗的案件愈变愈多，有民众找头路，说互诈骗集团要求讲爱交出银行簿啊，各方关伫旅馆内底，加在伊后来逃走去报案。警方嘛伫桃园抓到3个嫌犯，至少有3个被害人。规路目睭红暗调着，搭这个穿黑色衫查甫人经过头，互带去旅馆。嘛有人伫咧面试了后，对2个查甫人行入去套房内底，对迄阵开始，因的自由就互控制调着。因为挡袂牢，互人控制，有人趁机会走去报案，警方就随来展开调查。伫咧桃园的民家厝，有去抓到涉案的查甫人。台北市刑大搁再破假求职的收金案件，至少已有3名被害人遭该诈欺集团以相同手法约出，并取得提款卡及存折等资料，期间遭拘禁于桃园市以及台中市的旅馆及日租套房。警方调查，这个被害人因无职业，相信朋友讲有这款关薪水的头路，和诈骗集团面试了后，互强压上车，互带去旅馆关起来。因的口座嘛，互摕去做洗钱的人头户，还佫互人强迫做车手，带去银行去领钱。有人伫遐挡2礼拜了后，未堪得折磨，就想要自尽。上尾啊，趁嫌疑犯无注意的时阵，因才特地走出来报案。我们查获了棒球棒，还有束带。还有毒品咖啡包，还有用来控制被害人的手枪，还有眼罩等等。拢总有3个人互带转去侦办，其中姓池的主嫌伊36岁，有早期的前科，也佫有帮派背景。警方嘛照妨害自由这个罪嫌来甲移送法办。干那伫咧台北市，警方最近半个月内，就和这款早期犯罪有关的嫌疑犯，就有205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台货柜车伫昨暗8点外后，经过国道1号落南7.3公里的所在失控并且嘛去缀到一台自用的轿车，有2个人跌伤送病院。本分局于111年11月14日晚间8点30分的时候，接获110报案，指称有一部货柜车从国道1号南下7.3公里坠落，那希望警方到场协助。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出线上警力赶到现场，并通报救护车及拖吊车处理事故，并救护伤患。警方接到报案就随派人去处理，轰弄到的自用轿车的驾驶28岁姓杨，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送去14个国泰病院来治疗。货柜车的驾驶42岁姓叶，受伤是真严重哦，嘛已经送去家人的中间病院急救了。再来看有货运的司机指控讲，公司要求因超时工作，加班费嘛拢无按照劳基法来计算哦。劳工团体要求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展开大规模的劳检。市府劳检做半套，市府劳检做半套，劳工权益被侵害，劳工权益被侵害。有被报者大声喊口号，劳工团体15到桃园市政府头前开记者会。货运司机也透过时薪连线出面控诉，工作期间公司要求违法超时工作，佮扣加班费。我之前在建新货运上班的时候，每天都是工作16到18个小时，那每天都是跑2趟。这几年间，其实一直都加班费都被克扣哦，直到现在。
桃园市政府还没有了解，他能做的是只有什么，就只能辞职离开这间公司，到下一间公司去，然后针对这间公司提告。县环的司机表示，公司为让司机工作超时，和路检加查到超时工作，就分别由干部挂名规避。针对司机的指控进行会训，无做回应。路团也表示，这个会训公司登记超时，所看无桃园市府有开发的记录，各向劳动部订正。目前我们已经收到治安署这边交办的案件，目前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检查程序。之后如果说有违法的情形的话，我们是会依法惩处的。路检处表示，过去无收到检举案件，若违法会依法定处。另外，针对路团批评今年发生真侪件起火到事业单位路检的时阵，无依照劳动检察法22条通知工会批判，要求改善。路检处回应，劳动检查是用独立检查，依法未用事先通知，是到场才会通知公司甲工会到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去乌克兰做志愿军的詹胜光，伫乌克兰战死。乌克兰军方昨替伫西部的大都市利维夫办告别式，伊的妈妈、姐姐佮太太拢去乌克兰，嘛要甲伊带倒来台湾。嘛有几啊百的乌克兰民众到现场送这位台湾战士，场面是真悲伤。台湾志愿军詹胜光的妈妈由外交部人员陪同到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参加乌克兰军方办的告别式。詹胜光的姐姐牵手也拢来，有几百位乌克兰民众自发性参加告别式，现场有看到台湾甲乌克兰的国旗。捌伫咧台湾待过乌克兰人，曾刚请台湾队的家来送詹胜光最后一段。Як тільки почули цю новину, відразу приїхали сюди,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сім'ю, побути разом в цей такий важкий час для них. Особисто, на жаль, я його не знав, тому не можу сильно багато сказати. З того, що я знаю, те, що він усвідомлено сюди летів, так що це, в принципі, ось так. 詹胜光是第一位去乌克兰参战阵亡的台湾人。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讲，遗体会运转去台湾。真侪民众喊口号欢迎，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出现伫咧哈尔松，乌克兰军队继续收复领土。哈尔松伫人8个月了，如果升乌克兰国旗，泽伦斯基讲，这表示战争开始要结束啊。若是泽伦斯基，规个城市大家心情拢正好。这是自战争开始到即马，泽伦斯基第一遍公开来赫尔松。伊也讲，调查人员伫咧当地有发现超过400件俄军的战争罪行，但是军事专家分析，乌克兰军队竟然正歹跨过涅伯河，最后一个反攻的战场可能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辑。之前推特加 Meta 拢大裁员哦，即马传出讲电商平台 Amazon 嘛因为全球的景气真歹，公司嘛了钱，大概要裁掉1万个3趴的员工，即嘛是有史以来 Amazon 上大规模的裁员。伫真需要大量人手的年底购物季开始的时阵，电商大厂亚马逊所传出将资遣员工的消息。纽约时报甲路透等外国媒体报道，亚马逊开除的部门集中伫研发智慧语言助理、甲家用监视器等产品部、参人资甲零售部门，有高峰资遣的人数大约1万人，占亚马逊公司大约3%，伫全球员工数占比无到1%。投顾专家指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衰退已经靠及到亚马逊。There's clearly been a massive drop-off in growth that we've seen across the tech industry. Amazon is not immune to that. 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几年亚马逊产品部门当年了超过大票1500亿。面对全球6家的经济甲衰退尾气，亚马逊新任 CEO 安迪杰西去年就任以来，就采取削减成本的经营策略。伫裁员消息曝光之前，亚马逊先冻结人手人数，也关掉电子医疗服务、智慧客户中心，取消物流机器人，暂停点电计划等。
亚马逊财报显示，第三季营收无好，股价继续落波超过13%。今年以来，亚马逊股价累积起来已经减少71%，是2008年以来上海数字。I think dark times in tech. We're seeing it at Amazon, Apple, Microsoft, and others. The clock struck midnight on hypergrowth, and now you're seeing the cuts across the board. 科技业恐惊真正进入黑暗时期，并且改名的 Meta 顶礼拜传出资遣11000多人，裁员幅度超过13%。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以1.4条代票被推脱了后，随即裁掉一半人力。亚马逊前途无好，58岁创办人贝佐斯伫接受 CNN 专访的时阵，头一摆表达将关注大部分的财产作为慈善用途。贝佐斯捌连续4年赢得美国首富。目前身价达到大票3.8条。伫这进前，贝佐斯真少进行公益捐献，目甲马斯克当时列为当生好野人的名单。伊的前某斯考特将大部分的赡养费作为公益，贝佐斯为此承受未少压力。公司新闻张淑君编译。来看代表法国巴黎奥运的红亚章公开了，是甲法国真重要的象征——佛里吉亚帽，可以有双卡穿运动员来穿运动的来增色运动员哦。另外，世界杯卡球赛20就要开始比赛，冠军金杯伫巡回51个国家了后，第13号嘛已经送到卡达咯。两顶红色足大顶的佛里吉亚帽啊，生出双脚穿运动鞋，还有蓝色的双目，因生出2条法国国旗色水的长的这款来斗搭。身上还有巴黎奥运的标志，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象征。佛里吉亚帽啊，拟人化了后设计出来吉祥物，伊的名叫做佛里吉。帕运吉祥物其中内底有一只的脚是桃红色的二脚。这款帽啊是法国大革命了后众人所栽，伊代表法国的精神，象征追求自由，嘛叫做自由之帽。伊来斗入去这个社会生活内底，艋舺蓝色小精灵头壳顶戴的就是这顶佛里吉亚帽啊。Puisqu'il représente un idéal, l'idéal de valeurs portées par tout un pays, par tout un peuple, et il incarne aussi pour nous cette capacité qu'on a eue en tant que Français, en tant que communauté d'individus, à faire bouger les lignes, à générer du progrès. Que ce soit des révolutions politiques, des révolutions. Aujourd'hui, il doit être ce symbole de cette nouvelle révolution par le sport que nous entendons mener à l'occa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de Paris 2024. 今年44岁，本身就是倾听激流的国手，3届奥运金牌的巴黎奥运组委主席艾斯唐奎，伊表示讲，佛里吉亚帽啊是会使讲世界有名，伫艺术、市政厅还有邮票顶悬拢看会到，办批到时会来正做纪念品大热销。估计将商品的这个收入20至25%。On l'a vu, on a étudié de très près tous les chiffres des dernières éditions des Jeux. Il y a à peu près 2 millions de mascottes qui se vendent. Donc il y a un enjeu économique aussi qui est important. 世界杯卡球赛已经来到倒拍算，冠军金杯、大力新杯巡回51国了后，13转到卡达。法新社报道讲，各界的国脚拢煞咧到位，比战这场史上上届有争议的赛事，国际卡总呼吁各界都要专心卡球。不过，真明显，互当局伫咧对待移工、女性还有 LGBTQ 的族群的是这个批评的声浪下，特别是国际特赦组织已经侦调受虐待的移工案。10月才紧急要求国际各种都爱来提出赔偿的方案。卡达当局对大部分的批评感觉真生气，当地媒体也阁批评一寡西方国家是咧激大地。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消息，咱来看台大今仔庆祝创校94周哦，这嘛是校长关仲敏落任之前最后一届主持校庆。关仲敏讲，台大学生对家己的要求，唔通只是上课摕学位，未来去大公司食头路，应该爱对开创未来做好准备。若无这款的目标甲自觉，台大学生佮其他大学学生无啥差别咯。
本土疫情转好，台大创校94年的校庆大会无过限制人数，来到600位学生报名参加，大多数拢是1年的学生。想到今年大一，不然就来参加这个活动好了，不然也不知道以后大学还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好不容易考上台大，然后就刚好有校庆的活动，就想说来参加一下这样。1年的学生伫台大时间抑阁真长，不过现任校长管中敏过53天特别落任，任内上尾一届主持校庆大会，管中敏带行政团队向树新致意。管中敏嘛表达对台大学生的期待。台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应该不止于修完课程、取得学位，然后在某个大机构中找到一份工作而已。开创未来，如果台大学生没有这样的目标与自觉，那么台大学生给予其他大学生无益。学生需要模范，台大今年颁授名誉博士学位，予台湾乡土小说的大师黄春明甲华视董事长施宗同。88岁黄春明表示，家己好亲像打冷气后起的树仔，名誉博士这个学位就亲像一阵春风，予伊风春搁再发。也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所以我回家还可以做事。若经过各校院推荐，佮经过校委会遴选，选出10位杰出的校友。前中研院的院长洪启辉就是其中一个。洪启辉表示，这是意外奖项，嘛，予伊真欢喜。受到肯定，会予伊更较有打拼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台载废土的大货车，伫昨透早6点外，伫西滨台61线婚姻口湖落南的路段，因为后车道开起来哦，大约500公尺的车道拢是废土，严重影响到交通。开7点外钟哦，才摒扫清气。这个司机嘛，因为无载废土的证明物件，互环保局开罚单。大量路高门的混合泥浆和沙石，沿途来西滨61线南下云林口湖路段。14号下晝6點外，一名41歲單乘司機開着大貨車載着規車的廢土，看因為車道門鬆開，讓廢土沿途落嘅外車道將近500公尺，嚴重影響到經過車輛。依違反道交管理處罰條例第29條1項，還有30條第1項，依法來舉發通知公路總局，歷時7小時才恢復通行。警方表示，因為大量路高門和土沙佔滿外車道，趕緊通報公路總局派員清除，各用水車清洗才恢復通車，並會同環保局到場協助處理。查出肇事的單乘司機提袂出像廢棄無出處和水車證明物件，嘛被環保局開單告發。我們先依這個廢清法27條的部分來做告發。另外，我們發現這個砂石車它載運剩餘土石方，也沒有攜帶相關的一個證明文件。所以說，也依照廢清法第9條來做一個告發。環保局表示，這名司機因為無載相關的文件，將處6萬塊以上的罰款，還有廢土山幾箍卡，上加處12塊。但如果查處行為屬於累犯，罰款將會更加成。另外，近期嘛發現，真濟外縣市的沙石車載運着土板進入雲林縣烏白內道，環保局嘛無定時加強稽查，多個小城案件閣發生。記者雲林報道。來看宜蘭61線高壓電線哦，經過羅東、陽山甲三星，台電地下化工程三星鄉的大洲段刷漏搞起，有民眾就講哦，因佇殘忍的做事，若是落雨就會聽到電塔有漏電的聲，是真恐怖。台電今仔日地方來辦說明會，嘛答應講2026年會將這個電塔地下化。甲看這個高壓電塔踩佇個三星鄉大洲的農場內底，互當地人看到震驚。由於講7年前經過羅東鎮陽山鄉、三星鄉，這個61線的高壓電，敢若三星鄉大洲這段還未地下化，實在拖傷久。居民講，特別若是佇個殘忍做工過，便若拄着落雨，這個電塔攏會嗶嗶叭叭，互人聽到震驚。政府應該是積極一點，把這些趕快下去。比較不會影響我們這些居民的。足久啊，係啊係啊。啊，希望這擺會當順利安尼。對了對對，嘿，這擺看會當順利，甲如地落來，阮大家住了嘛較放心。從我們的3號塔、4號塔、5號、6號到7號的部分，總共有5座鐵塔。那在下地之後呢，這邊也會進行拆除的作業。
台电伫15日港到三星乡大洲村举行高压电线的地下化说明会，讲要甲大洲5座电台，还有1座连接站，拢总有3000公尺的线路全部地下化。办批要伫明年6月来发包动工，2026年完成，安尼才免互遮的居民搁伫个烦恼。其实一条的线路要拆除很不容易哦。其实我们往往在西部地区往往一条线路要拆除将近有10年的时间。较早台电是讲三星大洲端遮的农场较济，评估讲无需要地下化，洪耀宇讲安尼甲三星人甲当作二坎的公民。经过地方代表遮侪年来争取，即马专案总算讲有进展。根据这个单后壁办公室的统计，最近10年宜兰立即完成的这个地下化的电缆，拢总有24.167公里，贴99座电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北门的金湖里，目前羊棚瓜大出咯，也毋过今年羊棚瓜拢未大，所以大家拢细粒囝，农民的损失是超过70%。农业局嘛请台南农改场等相关的单位来调查原因，望可当找出办法。北门金湖里芒仔瓜单是产贵，不过今日比赛内面芒仔瓜只有拳头遮尔大。农民表示，今年雨水少、气温悬，也未新鲜就打死。田内面是全部拢无，以一分地成本3万外块来讲，根本是趁拢无钱，平均受损达到70%。啊，就伤热啊，这若寒就较袂消啊。啊，今年拢无个话，拢无收，拢死去啦，这较细丛的呢。久无落雨，地气热，紧都喘袂出。佮空气中的污染落来，害只瓜啊寒规个拢换变呢。今年我看它损失才70%外咧，系啊，因为顶个话拢未收成。台南市农业局15号一透早嘛邀请农改场等专家到现场来勘测。专家是讲，气候、白虫害或者是管理问题，拢有可能造成农损，就必须要大面积的实勘了才会明朗。这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本来就是管理过程需要很多叫管理，不同块田区不同管理之下，样态是差异很大。我们要了解它是在气候还是变成害的问题，还是土壤问题哈，我们会进行会勘呐。啊，如果不是天然灾害，我们会做其他的那个就是一些救助方式，还是说我们会邀请学者专家去做一些讲习。台南市芒仔瓜栽种1063公顷。金湖里芒仔瓜面积达到47公顷，瓜仔农大部分是伫秋天、春天来种。秋天大约伫8月陆续种瓜仔，但是今年未少的瓜仔农拢无收成。而栽笋到底是出伫气候、白虫害，或者是土壤，或者是技术的问题，后续就要等待学者专家现勘查出原因，才对症落药。记者郑云台南报道。来看台东的关山，今年一季的稻仔有一区上100公顷的有机田哦，互乌龟仔食了了。最近2季的稻仔伫要收成咯，又搁有虫害，互农民是真伤脑筋。也毋过中兴大学甲台东的农改场已经研究出会当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咱嘛做伙来了解。关山镇有机产区二期稻收割完，结果出现大批乌乌的虫走去民家厝。农民讲，这是臭青牛仔会危害稻米。过去喷农药的耕作方式真少有这款的虫，即马用有机耕作引导大批搁转来啊。农民讲，传统用烧稻草来防治，也毋过即马袂当烧也袂当喷药啊。春象虫现在太多了啦，现在那个稻草再不烧的话，这个春象虫不晓得要怎么处理。今年6月，关山镇有机产区要向县府申请烧稻草来防治臭青牛仔危害二期稻作，结果二期稻作产地也是发现真侪臭青牛仔，造成稻米减收5成。即马台东农改场甲中兴大学合作，已经研究出用一种乌卵芳甲本土的乌穹菌天敌来防治，会当降低7成以上的虫。这有机的米的好，连虫都知道，所以虫就回来了。那回来，当然它也是它的天敌也跟着回来了。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些生物性的因子，希望再把虫压回去原本的那个低密度的情形。台东农改场表示，明年1月到清明节之前，逐礼拜拢会伫产地放6000只的乌卵芳，甲喷乌穹菌，互有机产区的生态达到平衡，产量就会当维持。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库国家公园往平阳水墙的步道哦，水墙的步道最近是崩山，落落来真侪大石头。管理处表示讲，因为目前搁继续的崩山，所以要等状况较稳定，才有法度来抢修。为了游客安全，平阳步道目前只有部分开放。
透过巡山员翕的画面，因看到平阳水墙顶悬的山壁，规个厝落来附近的树林、步道，拢是白茫茫。南间也和风吹海去，工作人员赶紧放起来，无要互游客进入。第17透早，海拔1000公尺左右的平阳水墙顶悬的边坎，唔知什么原因，熊熊规片出落来。目前在海面积也无法度估算。因为崩塌的地方是属于林班地，林务局也在密测监控中，我们会依现场的状况去评估。当人员可以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去尽快进行抢修。太管处强调，这是这几年来这所在上大规模的崩山，因为顶悬并无开发，研判可能是自然崩落去。让雷石头无法度清除，只好互大自然时间家己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电动是真侪，尤其是今年已经发生真侪间规模5以上的电动咯。国家电动中心嘛规划出新的内政规范，嘛要教大家安怎来做检查。内政部营建署是表示讲，公共的建筑超过9成拢已经完成安全检查咯。私人的建筑会属于旅馆、佮百货公司、病院、转运站、佮运动场所，这是头一波检查的范围。2016年台南维权大楼，2018年花莲统水饭店，拢是因为地动放弃，互人看到俗称软卡下的建筑物，就是因为顶仔卡改建，将壁面降掉，影响厝体的安全。内政部营建署甲国家实验研究院针对私人但是开放公众使用的建筑物，要求优先进入第一波检查。属于私有，但是属于是公众使用的，像旅馆、百货、医院，或者是转运站、运动场所这一类的。那这些都强制列入在第一波的这个公共安全检查里面，要优先确认它的一个公安的状况，包含了结构的部分。国研院表示，新版的建筑物内建设计规范，除了针对软卡下厝体瓦近短暂的建筑物，防震零件以外，土卡液化的风险，嘛是起厝的时阵要特别注意的。英国的资讯较无遐有路，经过10多档的研究，即马已经建立完整的系统。在内政部营建署还有经济部的这个资助之下，很多地区的土壤异化的那个资讯就变得更充足了。每一个建案在新建的时候都要做地质的钻探，那这些资讯都能够呈现在国家的这个网站上面，让未来的新的建案或者是做补强的时候，都能够考虑这些效应进去。国家建筑资讯会当提供大家检验厝体的危机。营建署提醒，民众平常时伫厝嘛爱观察，若发现顶仔卡的条啊起起，也是壁面必须甲看到内底的结构，都爱赶紧找人处理。记者麦尚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最近有一条当时种囡仔买咸酥鸡的新闻引起真侪讨论。家庭辅助基金会一份针对青少年对特殊囡仔看法的调查有3成囡仔认为讲，这款的特殊的囡仔确实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有4成7的囡仔讲，因伫学校会无想要甲这囡仔分到同一组。同理心的部分看起来是个需要加强。一定有，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太敢去学校的。当咧读大学的雪梨，因为疾病，2岁开始行动无方便，14岁开始坐轮椅。伫成长过程，尤其国中以前，伊受到真侪同学无友善的眼光。因为我以前可以走路，但是我走路的姿势可能跟人家不太一样。同年龄的小朋友还小，可能他不太了解我的状况是什么，有霸凌或者歧视的状况。对，有些人会直接动手。家扶基金会针对7岁到18岁青少年做调查，我2成青少年会惊特殊需求的囡仔，3成外青少年认为这个囡仔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伫学校分组教学的时，有4成7左右的囡仔无想要甲这个囡仔做伙。共同教育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平等的学习机会。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就真正就跟你在一起学习、一起合作？其实对孩子来说，他没有那样的一个社会历练，没有那样的一个人生的体验的时候，理解这件事情有时候他想做，但是他在实际上的经验是有一些落差。你问他，就是说你觉得他的困难是什么？你直接用这个问题去套出他之后思考的一个方向。家扶基金会呼吁家长的态度是培养囡仔友善的关键。专家也指出，只要鼓励囡仔参特殊需求囡仔互动，就有机会透过了解建立友善环境。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为着要替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催票，台湾学生联合会今仔日伫法院门口开记者会，指出讲，即马公投的民调支持度已经提高了，所以呼吁少年人都爱站出来拼公投过关。18上市，全台大学生挺18。
十八岁公民权修宪公投剩无10几天，台湾学生联合会代表10个做伙徛伫立法院的正门口，呼吁青年出来投票。台学联联合了各15所以上的一个大专院校，来共同发起了18雄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串联行动，透过街宣，透过摆摊，然后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议题在校园中发酵，在社会上发酵。台学联表示，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8、19的青年有93%搁咧大专以后来读册，伫上尾的阶段，希望通催出票数。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嘛表示。10月份，甲总库台湾对2000挂的民众做调查，发现支持比率有对8月份的40%搁提悬，代表有搁较侪人知影这个议题。民调嘛发现，除了青年，搁60岁的人嘛相对支持。到10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支持且会去投票的总共有超过45%，那最后就剩不到5%的这个差距。那不到5%，其实在整个选民结构里面，大概就是80万左右。台学联表示，这届可能是青年28岁投票权上近的一届，不过下过965万票的门定，因会尽量利用最后的时间拼过关。记者陈文秀凯台北采访报道。来看马来西亚的皮胶戏哦，这嘛是愈来愈少人会晓做、会晓搬咯。当地有一个少年人哦，伊引进3D 印刷的技术做戏红仔，让皮胶戏的部分哦，就交互电脑去控制。传统佮结合科技，望讲会当行出一条新的路。伫投影幕看到两个红仔伫咧讲话，正面一个穿现代的西装，另外一个是装扮正多印度教的形象，看起来就敢若是流传了几落百年的皮胶戏。不过行到后壁看，毋是人伫咧人，是机器伫咧操作。这是363岁正爱皮胶戏的阿赫马德新的创意。Ini adalah salah satu cara di mana saya cuba untuk menyelamatkan seni warisan kita iaitu wayang kulit ini. Sebab wayang kulit ini seperti sedia maklum tahu kian pupus. Jadi dengan usaha-usaha macam ni, persembahan wayang kulit dapat dijalankan dengan lebih kerap, boleh dijalankan di mana-mana saja pada bila-bila masa. 1990年代，以伊斯兰为主要信仰的大马，政府认为皮胶戏定定出现印度教现象，对伊斯兰不敬，所以北下禁令不准演。尾啊虽然重新搁开放，不过就敢若真侪传统表演艺术同款，拼袂过电视、电影、网络影音平台。为了要互传统戏剧找到新生命，正讲起皮胶戏的少年人阿赫马德，就用全自动控制方式表演皮胶戏。台顶的架啊、轨道拢用电脑程式先写好，用自动化机器控制，而且红啊也是用3D 列印印出来。Terhadap remaja tentang wujudnya persembahan wayang kulit ini dan secara tidak langsung golongan generasi muda akan mula tercari-cari dan mula meminati seni warisan wayang kulit ini. 我很欣赏这个新的技术啦，很先进的技术，哦，全部都电脑电子控制，很先进啦。有40年经验的老师傅认为，要互少年人注意，互更加侪人来关心传统艺术，用这种新技术来制作表演，也是袂歹的方法。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来看全世界，逐当有1/3的食食会浪费掉哦，对地球环境嘛造成伤害。法国有餐厅的头家，就利用菜尾，搁再变化出无同款的料理，毛胖店哦，甲卖袂了的胖假假的，用来做胖的配料。猪颈脊汤头搁摆盘送出去，法国巴黎这间餐厅的顾客食个点点有味的菜，拢是用卖无了的菜所做出来的。It's bloody good. It's really delicious, beautiful and clean. 唔通听到村的菜就烦恼，其实都只在利用是供应商甲超市无备了，暗过伊原用这食材，业者无法度有期会摕到什么款的食材，加上村的农产品几工内就会变质，所以每礼拜拢会换菜单。It's a constant juggle because we never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get ahead of time. It's a challenge, but it's interesting. 近期随机应变流失浪费食物的现象在法国正严重，当地每年有差不多1000万吨食物被听到，所有800万人一元食袂饱。2016年开始，法国开始禁止食品经销商评调农产品，超市村的食物若是还阁用食，就爱管出来。餐厅总铺师也用新的规定，去年开始善用村的物件，得到未少恶恼。All those restaurants in the mall serve bad quality food and throw out a lot.
but this place operates differently. It's good quality at a cheap price without endless waste. 另外，一间有名的面包店也想要减少食物浪费。面包的总铺师将部分已经袂当卖，不过也是用这面包加脆，加做新的配料。 I'm creating a new baguette. I put the breadcrumbs on top. Now, people might say this is great, it's green, but what really motivated us was eliminating food waste. We want to keep our clients happy without killing the planet. So, how do we do that? 旧面包加做生态友善面包，同款得到人客欢迎。公司新闻邱焕玲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 华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